大家好，歡迎大家參加由香港酒店業協會主辦，並獲得工業貿易署工商機構支援基金撥款資助嘅線上培訓。我哋香港品質保證局作為執行機構，今日好高興能夠同大家一齊探討香港酒店業嘅可持續發展。我哋今日第一個主題係 ESG 嘅簡介。我哋會由3個部分開始，首先會同大家介紹 ESG 嘅概念同埋佢背後嘅背景，等大家對呢個議題有基本嘅理解。其次，我哋會深入探討 ESG 嘅披露標準，解釋企業點樣去透過披露去展現責任同埋透明度。最後，我哋會聚焦喺酒店業，分享 ESG 同香港酒店業之間嘅關聯，點樣影響營運同埋未來嘅發展。希望透過呢3個部分，大家可以更全面咁掌握 ESG 嘅重要性。講到環保，大家通常都會聽到好多唔同嘅術語，有人會提到 CSR 企業社會責任，有人會講到 sustainability 可持續發展，而最常聽到嘅往往就係 ESG。ESG 即係 Environmental Social Governance， 中文嘅意思就係環保、社會同埋管治。呢3個範疇正正係今日我哋要探討嘅核心，亦係企業同埋社會共同追求嘅方向。其實呢一段係環保發展嘅一個進化歷程，最早可以追溯到60年代，當時貴格派提出咗社會責任投資 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ing SRI。呢一個概念強調投資唔單止要追求回報，仲要有責任咁去避免支持對地球造成負面影響嘅行業，例如軍火行業、煙草產業等等。呢一個亦都係早期出現嘅 ESG 概念。喺國際層面上，氣候變化委員會喺1988年獲得聯合國批准而成立，其後喺1992年6月12日喺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嘅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期間開放，並有154個國家簽署公約，令溫室氣體控制同埋減排成為發達國家嘅法律義務。不過，呢一個公約並冇對締約方訂立具體需要承擔嘅義務，亦都冇明確嘅執行機制，因此喺法律上欠缺約束力。由於當時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嘅目標只係針對已開發國家，而一啲排放量都唔少嘅開發中國家卻被排除在外。呢一個安排令到美國覺得唔足夠，最終選擇唔參與1997年嘅京都協議。隨後加拿大都跟隨退出。呢個情況反映咗國際社會喺推動氣候行動上，因為責任分配唔均勻而出現分歧。亦都提醒我哋，未來要制定任何全球性嘅協議，必須兼顧公平同埋全面性，先至可以真正推動各方共同承擔責任。到咗2015年，國際社會終於制定咗巴黎協定，並且喺2016年正式簽署。呢一份協定為全球氣候行動訂立咗清晰嘅目標，推動各國加強對可再生能源嘅投資，亦首次將世界大部分開發中國家同埋地區納入其中。但係呢一份協定並冇設立具強制性嘅法律約束。按照現行嘅框架，國家只能夠自主推動減排工作。對於未能夠遵守嘅情況，唯一嘅方法就係透過每5年一次嘅檢視，去審視唔同國家喺減排嘅成績，再透過談判同埋壓力去推動改進。為咗達成可持續發展，聯合國制定咗17個目標，並且期望喺2030年之前達成。呢一個目標涵蓋咗廣泛嘅範疇，包括徹底消除世界各地一切形式嘅貧窮，確保所有人都能夠負擔得起可靠、可持續同埋現代化嘅能源。同時，協定亦都強調保育、善用海洋同埋海洋資源，以確保可持續發展。當中既有環境指標，亦都有社會指標，目的係希望各個國家喺促進經濟繁榮嘅同時，
能夠保護地球，並且解決教育、衛生、社會保障同埋就業機會等社會需求。如果大家都有留意過企業嘅可持續發展報告，就會發現早期好多公司其實都係以 CSR 報告嚟命名。CSR 即係企業社會責任，當時主要係強調企業要承擔社會責任，回應社會期望。隨住時代嘅發展，呢啲報告逐漸演變成今日大家熟悉嘅可持續發展報告，涵蓋嘅範圍更加廣，唔單止講社會責任，仲包括環境保護、管治架構同埋長遠嘅可持續策略。企業作為社會重要嘅持份者，必須思考點樣承擔佢哋對社會同環境嘅責任。不過 CSR 並唔係一個強制性嘅措施，佢更加似係一個自願性嘅承擔，好似企業做義工咁樣，為社會錦上添花。雖然唔係法律規定，但係佢代表住企業願意主動回應社會嘅期望，展現出一份良心同埋承擔。隨住時間嘅推進，大家開始會見到企業發布 ESG 報告，呢啲報告比起以往嘅 CSR 更加着重具體嘅目標同埋成效，分別喺環境、社會同埋管治三大方向上作出清晰嘅承諾。ESG 報告唔單止係一份文件，佢代表住企業要以可量化嘅方式去展示自己點樣保護環境、回應社會責任同埋建立良好嘅管治架構。再往後，大家會見到企業開始發布可持續發展報告 （Sustainability Report）。同 ESG 報告唔同，佢所聚焦嘅三大方向唔係環境、社會同埋管治，而係環境、社會同埋經濟。報告主要強調一個核心嘅理念，點樣喺滿足當代人需要嘅同時，又唔會損害後代人嘅利益。換句話講，就係要確保發展能夠持續落去，世世代代都受惠。至於 CSR、ESG 同 Sustainability 呢三個用詞，其實都冇話邊一個好，邊一個差，佢哋只係代表住唔同階段、唔同方向嘅重點。最重要嘅係企業能夠真正承擔責任，推動社會同埋環境嘅長遠繁榮。市場上有咁多唔同方向同埋框架，大家自然都會關心酒店業同其他相關行業究竟應該點樣去披露佢哋嘅 ESG 表現呢？坊間常見嘅 ESG 披露標準有幾種，其中最重要嘅一種就係由港交所推出嘅附錄 C2。呢一個框架清楚定明咗企業應該點樣去披露，仲規定咗需要呈現啲乜嘢 KPI。由於所有上市公司都必須最少每年按照呢個標準去披露，所以附錄 C2 亦都成為我哋日常最經常見到嘅報告框架。佢唔單止係一個合規要求，更加係一個推動企業透明度同責任感嘅重要工具。除咗港交所嘅附錄 C2， 國際上另外一個相當常見嘅披露標準就係 GRI， 全球報告倡議組織所制定嘅框架。GRI 同港交所標準有相似嘅地方，都係要求企業披露同環境、社會相關嘅 KPI， 確保持份者能夠清楚了解企業嘅社會責任同埋表現。不過，兩者之間都有分別。GRI 所要求披露嘅 KPI 項目同港交所嘅唔完全一樣，呢個差異反映咗國際同本地框架各自嘅重點，但係目的都係一致，推動企業以透明同埋負責任嘅方式去展現佢哋嘅 ESG 成效。再之後我哋要提到嘅就係 TCFD 氣候相關財務披露工作小組。呢個框架主要集中喺披露氣候相關風險，並且開始對企業嘅財務表現掛鈎。舉個例子，一啲慢性嘅長期風險，好似海平面持續上升，會直接影響沿海地區嘅資產。企業就需要思考，係咪應該要採取適應嘅措施去應對呢啲挑戰，好似杏花村
可能就要加裝擋水板先至可以保障資產嘅安全。TCFD 嘅出現提醒咗我哋，氣候風險唔再係環境嘅問題，而係實實在在影響企業嘅財務同埋持續經營。喺最新嘅國際趨勢當中， IFRS S1 同埋 S2 成為咗大家最常提到亦最積極跟隨嘅披露標準。呢兩個標準係根據 TCFD 嘅框架再進一步加強，專注喺披露財務相關嘅氣候風險，並且要求企業要將呢啲風險納入財務報告之中。換句話講，企業唔單止要考慮氣候變化會唔會令資產需要撥備減值，仲要深入分析氣候風險會唔會改變整個產業鏈，甚至影響業務模式。呢個標準嘅出現，代表住國際社會已經唔再將氣候問題視為單純嘅環境挑戰，而係一個直接影響企業財務穩健同持續發展嘅核心議題。正因為咁， IFRS S1 同埋 S2 已經成為咗現時最多人關注同努力跟隨嘅方向。喺 ESG 披露嘅發展中，繼 TCFD 之後，大家開始會聽到另外一個框架 TNFD， 即係自然相關嘅財務披露。呢個框架主要係睇企業嘅營運對生物環境造成啲咩影響，同時評估自然資源相關嘅風險。TNFD 同 TCFD 有相似嘅地方，但係佢集中喺自然資源。舉個例子，如果一間酒店嘅餐廳招牌菜依然依賴某一種食材，但呢一種食材可能會因為過度捕獵或者天氣轉變而供應變得唔穩定，咁就係一個典型嘅自然資源風險。再例如，喺水資源缺乏地區經營酒店，水資源本身就係一個重大嘅風險。TNFD 嘅出現提醒咗我哋，企業唔單止要考慮氣候風險，仲要正視自然資源嘅可持續性，因為佢哋直接影響企業嘅長遠發展同埋財務穩健。講咗咁多唔同嘅框架同埋標準，大家可能會問，到底點解企業都願意花心力去披露呢啲相關嘅表現呢？原因好簡單，披露相關資訊唔單止係一份報告，而係一個建立品牌形象嘅重要途徑。當企業能夠公開透明咁展示自己嘅環境、社會同埋管治方面嘅努力，就能夠贏得公眾嘅信任，吸引更加多投資者，亦能夠吸引更多嘅顧客。根據上市嘅條例，所有上市公司都必須披露佢哋相關嘅 ESG KPI。其實早喺2012年，港交所已經推出咗第一份報告指南，為企業提供清晰嘅方向。到咗2016至2017年，港交所更進一步要求上市公司採用符合或者解釋嘅方法去披露 ESG 表現。換句話講，企業一係就要完全符合披露嘅要求，否則就要清楚解釋點解未能夠做到。呢個制度唔單止提升咗披露嘅透明度，仲令 ESG 報告成為企業責任同埋信譽嘅重要基石。去到2020年，所有上市公司已經被要求按照更新版嘅指南作出 ESG 披露。呢一步令披露工作更加規範化，亦提升咗透明度。而到咗2025年，呢一份指南更加進一步正式成為報告準則，並且加入咗 IFRS 嘅內容。咁樣做目的就係要令投資者可以獲得更詳盡、更全面嘅資訊，去判斷企業嘅風險同埋前景。講到披露，大家一定會聯想到碳排放。其實我哋平時所講嘅碳排放並唔只限於係二氧化碳，不過為咗方便比較，國際間通常都會以二氧化碳作為統一嘅單位。碳排放一共分為3個範圍。首先，範圍1係直接排放，係指企業營運過程中自己產生嘅排放，例如工廠機器、公司嘅車隊等等。其次，範圍2係間接排放，主要來自企業營運所需購買嘅能源，包括電力、
煤氣等等。最後，範圍3亦都屬於間接排放，但範圍更廣，涵蓋企業上下游活動，例如貨運、員工出差、返工放工交通，甚至投資所帶嚟嘅排放。雖然範圍3嘅數據大部分需要依靠外部提供，但隨住全球對可持續發展嘅重視，越嚟越多持份者開始聚焦範圍3嘅碳排放。大家會留意到，前面提到好多披露要求，都係要公司交代相關嘅 KPI， 並且設定清晰嘅 ESG 目標。但係問題就係酒店點樣去訂立呢啲目標呢？其實呢個過程可以分成2個部分。第一步就係要確定邊啲主題係真正重要，因為 ESG 涉及嘅範圍非常廣泛，公司通常會選擇自己業務最相關、最具影響力嘅議題。呢啲主題往往由董事會討論，透過收集持份者嘅問卷、參考同業研究，甚至利用線上研究工具去揾出行業最重要嘅議題。第二步就係訂立一個進取嘅目標，企業可以同自己過去嘅表現作比較，亦都可以同同業作比較，再加上坊間一啲科學嘅標準，去制定一個足夠進取、能夠推動改變嘅目標。換句話講， ESG 目標唔只係一個數字，而係企業展現責任同埋決心嘅承諾。香港作為國際旅遊同埋商務中心，酒店業喺可持續發展方面正面臨前所未有嘅挑戰同機遇。好似我哋之前提到嘅氣候相關風險，如果酒店冇及早識別同埋制定應對措施，就可能要承受重大損失。有時唔單止係維修嘅費用，如果情況嚴重，例如大雨浸入酒店範圍，酒店甚至可能要停業，財務損失可謂相當龐大。同時，持份者嘅期望亦越嚟越高，政府同各地嘅旅客都希望企業能夠喺可持續發展上交出成績。大家都記得最近分2階段實施嘅走塑政策，當市場同政府期望推動嘅時候，如果企業未能夠及時回應，政策一旦落實就會手忙腳亂。事實上，喺做業界諮詢嘅過程中，我哋聽到唔少例子，有啲團體揀酒店嘅時候會直接問酒店有冇推行可持續發展措施，有冇相關嘅證書，又或者有冇為特定嘅客戶群提供更好嘅環境。如果酒店滿足唔到呢啲期望，就可能會失去一定嘅客戶群。以上種種情況其實都引申到唔同嘅轉型風險。當社會同市場逐步走向低碳經濟，就會帶嚟各式各樣嘅挑戰，聲譽風險、監管風險，甚至市場喜好轉變所帶嚟嘅風險。但同時，風險背後亦都存在機遇。換句嚟講，企業可以吸引到新嘅客戶，特別係商務旅客，佢哋好多時候有自己嘅碳限額，或者喺挑選酒店時會特別關注環保要求。再加上建立環保形象，唔單止能夠吸引更多合作機會，仲能夠提升品牌價值。大家最常聽到嘅迷思就係搞環保要用好多錢，但事實上環保唔一定只係花錢，都可以幫企業慳到錢。好多時候透過節能同節水措施，電費同埋水費嘅支出都可以大幅減少。聽到咁多風險同機遇，好多企業可能會覺得無從入手。係咪每一樣都要披露？每一樣都要揾應對措施？例如打風，如果有機會吹爛建築物入邊嘅設施，係咪咁樣都要寫落去做應對措施呢？其實一般我哋分析風險會用到情景分析工具，假設目標係將氣溫維持喺 1.5 度範圍之內，咁超過呢個範圍嘅海平面會有咩變化？又會對企業同市場帶嚟啲咩影響？呢啲問題都可以透過數據模型去做推算。當然，風險分析唔只要睇可能性，仲要睇事件發生嘅頻率，
嚴重性以及復原所需嘅時間。以呢啲概念為基準，企業就可以制定短期、中期同長期嘅目標，逐步應對挑戰，捉緊機遇。最後，希望大家透過今次嘅培訓，可以對 ESG 呢個概念有更深刻嘅理解。其實 ESG 並唔係一件困難嘅事情，而係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關，亦係社會同持份者所期望嘅方向。當中固然會存在風險，但同時亦都蘊藏住無限嘅機遇。只要企業能夠好好把握，就能夠提升自身嘅競爭力，建立品牌形象，贏得市場同公眾嘅信心。多謝大家今日嘅參與。喺結束之前，想麻煩大家花少少時間掃描呢個二維碼，填寫一份簡單嘅問卷。你哋嘅意見對我哋嚟講非常重要，可以幫助我哋改進同埋完善未來嘅課堂。再次感謝大家。